国立音乐大学简称为国立音大，国音1950年创立，是一所位于日本东京都立川市的私立大学，东京六音大之一。其根源是1926年成立的东京高级音乐学院。国立音乐大学自成立以来，已向音乐界输送了无数的作曲家和演奏家，是日本顶尖的音乐大学之一。国立音大位于东京都立川市，校园环境优美，设施齐全，建筑风格古典与现代相结合，其音乐教育专业和作曲专业尤其出众，还拥有私立音乐大学中最大最豪华的图书馆，是每一位在读同学的福音。自创立以来，培养出多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家，如久石让、山下洋辅等音乐大师都是毕业于国立音乐大学。声乐专业是国立音乐大学最负盛名的专业，NHK 交响乐团合唱团里多是出身于国立音乐大学的学生。